继续来看，根据统计，今年1月至9月来咱台湾旅游的旅客，敢若550万人。今年若是要拼1000万人，可能是无啥法度啊。不过，即马到年底是外国旅客的大月，咱若是继续拼行销，希望年底观光的人数会当达到750万人。住在家的台北市永康街，这是不少国际自由行旅客一定是的地点。这里什么都好玩啊，系啊，是啊，有什么好多地方好吃啦，观光啊，有咖啡店也不错啊。其实香港跟这里挺方便，也吃的东西也好吃，所以我非常推荐他们过来。观光署上新的初步统计，今年1到9月，累计超过550万人次国际观光客来台。交通部顶日已经证实，今年1000万旅客派达标，主要是控诉控3花莲大地震了后，双等景区影响国际客来台意愿。另外，日本落波也予日本客大减少，离年底只剩2个月，目前以今年750万人次为冲刺目标。那我们驻外单位也与航空公司合作办理促销活动，例如机票买3送1，那也跟旅行社合作慕客来台的活动，例如这个周末我们就在平溪举办日本旅客1000人访田等的活动。观光署表示，下半年伫外境市场邀请电影经人，加强引客抢这2日。驻东京办事处甲日本旅行社协会联合幕客带来9000位日本客，到宾客放田顶观光合作真会。最近会当加强台湾跨年甲亚诞活动的宣传，锁定有连续假期的国家。后面的11、12月，尤其是在这个东南亚市场是有机会的，原因是因为像菲律宾啊、印尼，他们的假期都是在这个11、12月，所以可以以东南亚作为主要的这个目标市场来去做推动。学者建议，经营旅游市场要放长线，不一定着急要达到人数标准，会当继续伫主要目标国家打基础，予明年旅游市场回温。像日本旅客连续假期是伫4月，会当为即马开始加强相关宣传，先做准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